想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自己的小孩的关系，还是他真的很可爱？都是吧，都是。今天晚上我真的很开心，能够请到这个不老林志颖来到现场。然后这个接下来我好想继续听你唱歌哎。你唱什么吗？要唱什么歌曲呢？而且，其实 Kimi 私底下跟我说，他也要一起唱。我来听听 Kimi 怎么说好了。好，听听看 Kimi 怎么说。这是那年的情。